其實好細個就會問啦，點解一打開水龍頭就會有水呢？到底點樣可以將啲水引入去屋企入邊？副學士畢業之後，心入邊都會覺得學一門手藝都唔錯啊！我都算係一個 slasher， 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專業，其中一個係管道及製暖。我嘅金句係做每一件事都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人哋。我喺香港建造學院畢業之後，有機會參加世界技能大賽，挑戰自己。我當時好有決心，又好期待。我開始全心全意咁投入訓練，切割、造型、三角函數等等，中間要經過幾多個駁口，每一個接駁位都要做到滴水不漏。參加細賽令我見識更加廣博，觀摩到外國最 update 嘅技巧，仲同英國選手做埋朋友添。其實我都有失手嘅時候㗎，我會質疑自己係咪有能力成為一個優秀嘅工匠，我有冇行錯路？喺集訓期間，師傅同我朝8晚9咁苦練，其實曾經都有諗過放棄㗎。雖然好辛苦，但係每一滴汗水都令我更加接近目標。師傅話：雖然我興趣多，但係記住，做每一件事都要專注用心，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人哋。師傅嘅教導令我明白，其實呢條路唔單止淨係關於我個人，更加係關於團隊同埋分享。我唔係孤單一個㗎，我知道自己有好好嘅師傅 back up 我。當我企喺比賽嘅舞台上面，心入邊已經唔再怯啦，而係對自己嘅肯定。我知道唔單止係輸贏，而係為咗超越自我。勇敢追尋自己嘅夢想，已經係英雄工匠，等你嚟創造自己嘅未來。希望你可以行到一條適合自己嘅路，繼續努力啦！